全国第3座救灾专用的搜救犬训练场，昨昏伫新竹市正式启用。要挖300平的训练场地，内底有模拟地动了后厝倒去，甚至是水崩山、崩坑有人掉伫内底即款状况。目的是要提升咱国内搜救犬的救灾能力。训练场里面是模拟建筑物由于地震的关系变成了倒塌现场的瓦砾堆。现场领犬员黄国峰指挥搜救犬 Henry 前往全岛的区域瓦砾堆来进行确认的搜索。搜救犬在一大片的叶片内面靠敏感的片仔，免偌久的时间就找到掉在内底的人员。另外一边是搜救犬在已经倒一半的厝内顺利找到受伤的人。专门负责训练搜救犬的队员讲，在训练的过程中，上重要的是搜救犬参人员之间要互相信任。一开始要跟它培养感情，那狗狗对你建立到一定的信任度之后，其实我们才会进行这个训练。对，那训练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，其实一开始就要让它去知道，就是你做对了才有，那你做不对就是没有，那不能我们奖励品不能乱给。台湾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，三不五时就会地动，搜救犬的训练更加重要，尤其是透过专业的训练场所来提高训练的效果。我们现场的一个组合屋跟4个货柜屋来组成，那这个组合屋其实我们是模拟一个5层楼的一个建筑，它1、2楼全毁。那各位看到的现在是4、5楼，那3楼是所谓的坍塌。台湾近年来有一些山搜的一些案例啊，就是很多人去登山走失。那其实，在山搜这一块，我们目前像消防署也是有积极在推动做山搜的这个训练。对，那希望未来说这个专长如果有培养出来，那也可以对国人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除了搜救犬训练场正式启用以外，新竹市长也在现场替通过国家 MRT 救援能力认证的搜救犬举行授解仪式。也期待训练场未来会当提供给全国的搜救犬，通在这接受训练，提升搜救犬的救灾能力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